往下面走点点。好，往前面走，往前面走，太远了。好。来，家人们，点赞！欢迎大家四处看一下我的直播间，看一下我直播间。你们不要退远了哈。嘉年华走一个去玩分跳舞了。嘉年华来走，嘉年华来走，来了。就是来走。啊不好。你们两个的牙齿呢？我就看到，我就一直跑回来就看了，一跑回来就看了。没有珍贵的。没有。这票子很光的。他想我去吃火锅。好。要吃什么？啊不好。的我早就到这里了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的点赞往上冲一冲，永贞准备上场了，家人们。已经上场了，已经上场了。近一点。你们三个挨拢，稍微挨拢一点哈。别离太开了。对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的点赞往上冲。好，可以。可以。扫字码。现在差不多了。几条走码。你们不要越跳越远哈。听不到音乐了。再往前面往这就可以。来，家人们，点赞往上冲。
快点！你当哥哥有钱。表情哈。来，家人们，开始跳舞了。咱们在点上跳这一首。小芝麻还有梨汤芝麻。小芝麻。小芝麻是全脂。哦，咖啡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点上。他们不喜欢喝咖啡啊，只有喝柠檬水、可乐。That's like Coca-Cola。刚刚不是给了5万吗？现在又给2万，7万，75350块钱人民币。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不了，明天搞定。对，永春本来就跳得好啊。那咱们家点赞我是。点赞往上走走。对，把这个以前在去年吧，今年在他老家，然后就是经常会在老家到今年这个，在老家上班，他做成中国的，就是他们学会咱们点赞们走走，咱们扣的时候登记说喝柠檬水，柠檬的那种。我想跳这个舞，家人们能不能我想跳这个？左边呢是好，那我今俺这个叫什么？谁跳？